继续来看南投县的社区，因为疫情的关系暂停服务。也毋过南投县善福关怀协会也是会去看毒鸡的时代。这2天社区的志工就做一寡包仔甲馒头，由理事长送到长辈厝内，嘛来关心着因身体状况。阿公阿嬷讲足甘心的。 疫情搞送馒头和茶叶蛋哪来关心恁？理事长送茶米卵和包仔，互毒鸡的时代。恁关心一下哈，好，恁食一下哈，好，啊，现在够好啊。啊，甘心啦，有这心来照顾老人，这心来照顾老人就足好啦。有人关心啦，有上好时啊，拢来行行顺顺的。因为疫情，南投县的社区服务站拢无开放。 不过，南投县善福关怀协会每过1-2礼拜，也是会到毒鸡时代厝来关心。即摆阁找志工、手工来做包仔、馒头，互时代人伫厝内就会使找来食。不过做的也是蛮高兴的啦，大家就是在疫情还能够出来做哈，这些东西送给老人吃，心里蛮感觉到很高兴。啊，佫拄到这些志工嘛，拢做好诶吼，啊一厝诶吼，我拢招3-4个啊吼，啊来做一寡馒头包子甲点心吼，来分互这些老人。 有一段时间无服务，志工阿姨拢真袂惯势。最近搁回来做包仔馒头，毋但较有代志做，搁会使服务着时大人，因拢讲做甲真欢喜。